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呢来研究一个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第11集美食描述篇，一个主题是颜料，一个汉语拼音戏剧篇，课文一词一语对照录音第112篇录音收听本收听本。各位乡亲，大家都会记得研究客家语文啊。可以讲得怎样的讲，怎样的谈的怎样的讲，一个就语方面，语呢文字嘅方面，怎样的来读，怎样的来写，使得我哋客家语文有办法一个推广出去，安尼吼。一个学习嘅尝试呢，也可以讲得讲啊，有一个。一个研究，那个语言的学习，进一步呢讲啊，研究 study， 这进一步呢是有一个application 应用方面安尼哈，所以今日呢，我哋对主题开始。来读本一词一语读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一个本研究，一个是由一个钟立火先生所著作的一个他的那个学科本，那个学科文啊篇啊。对，同时由钟天明先生那个统计编审客家白话语文，再由吴春林老师呢。原神一个客家一个短戏剧片，本大家来做个参考安啦哈。所以讲啊，一个课文呢非常有意义，可以讲得讲啊非常有客家嘅精神，用嘅是用一个客家嘅精神，刻苦耐劳，一个勤俭。勤俭等方面嘅精神啊，来做有卡家庭地度里嘅一个家和万事兴一起个兄弟姊妹属国情嘅精神啊，充分在本片地度里表现出来，安哈。希望各位乡亲能够睇下这个录音以后呢，再来读课文，使得大家。记得讲啊，让佢讲就让佢写，安尼哈。後來我哋就第一段開始，用漢語拼音，前面嘅文章篇啊，是用通用拼音，本大家嚟了解。通用拼音同一個漢語拼音有乜嘅不同嘅素材，安尼哈。好，一個顏料，唔好講顏料哈，呢種人呢有個主辦。彭德來先生嘅少夫少母已經聯發過、聯發所，有發過鹹嘅字啊，李亞凱、阿勇伯就睇李冠師做阿姐等等也很多啥，可以做一個廣播戲劇，也係舞台方面嘅一個表演，安尼嚇澎湃。少年派用金裝多。18位為準嘅書，顯然一記體驗到嘅口味，在全國上生產嘅地度裡，公賣橋兩百強核准258人，也就係講啊，50之中必定有40出唔到，出口嘅可能性係相當少。少年法先生唔敢希望出教會係其中一個有福氣嘅人，在眾人眼金之下，少年法打開嘅念到嘅口味，大話開嚟一看，口味度裡寫有2隻73，這時間少年法翻譯到表起來。為什麼嘅寫呢？就一時用流到頭那單過來，
眼前身边虽然有许多有杂杂嘅人群，啥意思？宿舍达边缩点起来，常常谈到主办人员用世上有鬼尊敬嘅口气来发布。主办人讲啊，73号少年法有错是演了。联发过来就嚟講，就嚟講，唔同嗌撲眼睇啲，唔驚嗌撲了台下，安尼話就嚟講要講唔要唔咩歡迎家，有咩我要成要呢，能唔會了台，能會了台聯發個講嗌要望意濃，係咪眼睇上做乜嘅喏？就嚟講就講。一個唔係唔咩行嘅乜嘅教師要呐，本出道喎，聯發講嚇，一個世界愛將真經對迷迷糊糊之中傾向過來，要出道係嘛？得嚟講，出道嘅得嚟講都講咗，出道嘅聯發講啊。歡喜各位一堂嘅，接呢我哋兩沙開始就推嘅時候，答有理嘅，佢都講啊，得嚟講，雖然2-3年以來，我心肚裏一直夢夢到，希望有一棟燃料，嗰個出道嘅。歡喜各位一堂嘅，接待我哋兩沙開始就推嘅時候，特別有啲而都同大多數講嘅得嚟講，雖然2-3年來呢，心肚裏夢到希望有一棟燃料，哪有咁容易我哋冇咁簡單，起燃料除嘅我有土地。人工技術等等還唔拉，開始嘅時間還要有100萬個人嘅資金，起燃料冇咁簡單。得嚟講，有時合作必須同人做工嗰樣啦。聯發個有講，我有咩想，常常係用在起燃料本身啦。假使愛將下沙倉庫也搭並向下起來，嘅就根治愛過多錢咯。得嚟個就講，談講經驗，每個分體搶有600元嘅建築貸款，並冇燃料嘅建築貸款。聯發個就講，新研農嘅耕作面積係6分地，搶做的價推價到3600元，兩個金額，一個金額同實際使用嘅金額嚟比啊，實在係相差多幾多。兩個實啊，6分地搶做的推價到3600元，兩個金額同實際使用嘅金額嚟比啊，實在係相差多幾多。兩個實啊，聯發個就安尼講，得嚟講，我對內去家唔抵毛，我對內去家唔抵毛，聯發就講到價錢嘅事。兩下是後運啊，得嚟講唔熟嘛，得嚟講就講啊，含愛裝油，愛可以熟。講到價錢，愛就冇行冇路嘅哦，看天上出氣出，音樂澎湃。當聯發財嘅煩惱，除非錢愛來起燃料嘅事子，空中頭嘅幾下生意，頭深到有淡鬼水一樣，對聯發一片行過來，
其中有一3人名嘅按做李阿開，行到蓮花面前就用手幫蓮花嘅樹上上，帶去到一個古無人嘅地方，伊就同蓮花講啊，嘅阿開講啊，蓮花，我本500元實查，唔將權利金讓本啊。蓮花就講啊，500元，權利金本我，我就唔係我嘅哩，500元我嘅權利金麼？我嘅權利金麼？阿佢講啊，數比世上一些咧，莫按太上啦，莫都加500，變1000元好嘛？蓮花講1000元，阿開講就講按人減，一下尾就得到1000元，又唔是操心，唔看，也現賺1000元，按耐錢嘛，有一好位呢，蓮花就見搖頭，做唔得，我自己愛做，看電視出，一個方法。對屏東鬼屋卡嘅路況，蓮花見其人腳踏車，心中緊悶緊酸，都帶做得儲備到1多錢，加到你有3隻台柱，可能買嘢到3000元，還有4隻嘅豬肚呢，嘅嘢全部都可以。買嚟家庭用，為了吸引了，那有乜嘅做唔得來買喏？無論如何，一定要將燃料吸放起來，像過去明白遇到困難的時間一樣，都會面到上到愛嘅阿爸。嘅時間，蓮花還鬼說，有一年呢。風雨失調，唔順，天球當中嘅數字唔冇，個時代嘅國嘅全部本頭家都唔拉，所約定嘅頭家局。雖然當時嘅頭家同情佢哋，唔是佢哋再來補足頭家局嘅斤兩，但係。局全部交本頭家，一粒都冇存。當時伊個阿妹看到呢種嘅情況，病到卧背，流嘅幾下點中嘅目眩，蓮花嘅阿爸見到喜悶冇到，一句話都講唔出來，猜心肚裏一失敗，白嘅。記下10嘅人同嘅人，一年蓮花屋卡實在個淒慘。有人聽到阿妹在嘅喊，人們又講蓮花扶危起來，扶兒放起來。蓮花講阿妹，唔身上有病，我放起來，我去奶呀。人們就講。精神去查，我愛來去做事。一個蓮花講做唔得，一生就無力，我樣嘅去做事喏。也把師傅就同老輩拿了一條索嘅入來房間，講來，蓮花天數將這條索嘅踢nhà mẹ嘅嘢嘅行。蓮花就講啊，感覺個奇妙，莫名其妙。阿妹嘅嘢喂，做乜嘅愛用塔索嘅喏？也爸就講，那妹不平唔會行，用索嘅綁落去楊林橋，就山林礦做工傳説。蓮花講阿爸，阿妹有平。有冇是藥嘅，
喊伊去做事哦，哑巴就讲莫做事，那有饭食啦。好，再看第55，澎湃，连发见呢也种嘅情景，当时过多阿爸暂慢无人信，但是也记得阿爸嘅做法，也係出自一種無奈之下所做嘅。連發看到阿妹才過嘅樣式，心度裏暗中流嘅唔止一朵木子，唔敢叫出來，真係想向阿爸嚟講罵嘅喏，但係實在無奈何，實在無勇氣，唔敢講，萬萬都冇想到阿妹係樣嘅嚟做工啦，而連行路都係有問題啊！後來工作嘅60年嘅天橋，三本頭家數多轉移，從頭到尾有1年呢時間度裏，連發時常看到阿爸，而利用早晨打坐，摩托連暗無人看到嘅時間，而自家孤單單呢一個人，偷偷嘅數到一旦是港中國嘅天橋度裏，行來又行去，用伊嘅數金名無嘅，用腳緊蹬天神，而就係讓嘅320港個嘅天，阿爸伊嘅一生人，無日無夜都會在佢上天。為了我有一些國嘅天，哪怕佢做事，伊也係咁樣。阿爸辛苦做一生人，可以講得比做朋友嘅還要過勞碌。但係雖然伊日思夜想一個天，同時講嘅一生人嘅天，都係佢過身嘅時間。還係這樣一分錢都冇，幾年後，連發已經身量都有一甲人嘅那個方祖田同佢嘅姑娘講，連發就講下妹，再過幾年，叫錢田父天家以後，然就有一甲人嘅天嚟哦，天嚟啦，下妹也即係話下妹，我哋嘅生活應該就會安定下來嘅。連發又在講，至少最少唔會像頭擺樣嘅窮苦，也唔會再來受到數個嘅顧嘅會本頭家保障。呢就係阿爸很長時間，連暗部頭水母拔門都係想唔到嘅事，係咪講啊？石頭還愛做啊！一個連發就講，江中人就係一樣，冇嘅個起來嘅時間，來田擦皮，中間呢，隻巴下去愛印土磚，擦沙，父母呢？一個塑料、木材等等，而起燃了，下面就講起燃了，實在冇咁簡單，冇咁改嘅呀。連發就講，就都係連我接東，一代接一代來，就像可以強嘅箭呢一樣，一些都變送唔得。好，請大家再看第60。澎湃，在田莊度裏，原來都係個多人，隨時都做得ทั้ง多來田嘅，開煙陽嘅、撕皮嘅、視察嘅等等嘅生意。在這裏，男人強壯，女人發達，連老人家生意呢也係相當無限，每個人
都做每个人的舌头，南老有都是亲的每个人的一份力量，充分运用到天球都里去。有的人改做就将营养下去，也有的为正经人个希无的来，还唔想开来。像这种嘅人家，实在就无限啦。大家都係腳上腳下，像是在個走上腳嘅比賽一樣，兩兄弟同有法兩兄弟一樣，在個實忙做事，兩兄弟一面做事一面講，另外，我哋大家向下做事，天色應該。天色改革就會做客，有法就個阿哥，有咩好大後生嘅，早晨暗晡很攰來聽書，另外講啊，好彩唔平常，有本事有事，本來就會改實忙，也不念口嘅。人有安好嘅福氣，有眼淚好氣，有法就講阿哥，唔看唔安歡喜，我有咩個槍？另法就講啊，同周太兩人對下人樣點樣呢？個無話一直到中間呢，伊都嘅相當嘅失望，有法就講阿哥。唔同阿嫂大家有咩窮樣，當失望，相當失望。第八這個唔同周太係一對有情有愛嘅後生人，對早晨到暗晡可以講得係形影不離，十分呢恩愛有情，但係並唔會安尼就來妨害誤導舌頭。相反呢，能量啥嘅做事，真像變貓蛇又一樣，實在可以實嘛。有法就講阿哥，我哋做一個田社，喺田一太光就退步，做到喺田一太光做到退步，能賺無卡。連續幹呢5日的呢，連話講啊，我哋原來地位，人呢很重，很失望，自然就總嘅係，有話講啊，退伍看唔到來種嘅，天光日人嚟種啦，連話就講做唔得，見暗晡要加班，我哋。俺電政府有準備好嘅，見暗晡種一天而種黑，人好攰啊！有法就講啊，看到富強嘅眼前，阿哥唔看嘅片，按到火焰重樣嘅火經驗，你法講啊，唔係火焰錯，幾多人？同人哋窮樣幹舌頭，點電政府來做野事啊！有乜講？原來嘅等於窮樣按實忙。好嚟，你接下來看第7篇，澎湃。當年法一家人將舌頭做好，而規個時節有一個朦朦嘅人樣，點點咩行過來，就講啊，得嚟個睇嘛？啊！另外這個，另外，我係唔田做好，係唔田做好下。另外這個啊，第二個，啱冇出聲，我唔知興，我嘅舌頭還有意思咧。第二個，這個錯話在天生，撩一下喂。另外就講三腿都嚟拿出鹽來，把佢鹽，
得来个就讲，哎，真系盐业啊，盐业啊，盐忘嘅盐，盐业，一段嘅业喎，有盐业，佢那個盐业啊，連排都講啊，講起來也有樣，你也講舌頭，愛論作業以來，似乎都唔是嚴過定嘅，去到要求背掉。得來個就講，愛哋都係真像四羅公嘅婦人家嘅來嘢一樣，出家後嘅，夫權做生意一群人也行減來，大罪過，有講有難有少，點解講啊？難得他家嘅，你除了大罪過，仲阿用白大罪過，阿用白，盲專也。問專業咩？阿用白講啊，他家幹中人呢些啊，得來講就講阿用白，每年都會中人呢時間，總係會發師搭梯上嘅開掉講，阿用白講啊，愛講嘅係乜嘅？得來講就講，唔講下一輩，下一年呢？哪論都會來問於中人呢？愛咁樣必참시，愛都唔敢在中人呢嘢啦。愛好好嘅保留愛嘅老命來說，愛嘅做個天錯。用白就講啊，冇唔錯。愛聲音愛有講過一句話，得來講就講啊，但係都係嗰些人，唔都比任何一個人仲過多有達過做長做喎。用白個唔愛啲呢，愛行幾多心口，心口愛唔前途啊。點解講就講啊，錯兩人拖兩嘅。得來個，第三樣有搭四月一嘅貨房，而那些潛有按好嘅講經啊，用白講啊，雖然中人咧辛苦，為錯生活過不一樣啊，得來個要換另外一個話題嚟講啊，你話。塑料木材有好滿好些嘛？那係唔係滿好些？唔是去製裁所同意買人家自家種嘅果樹，我已經睇滿好些嘅。點解講啊？係唔係人家自家種嘅樹嘅咯？得來講就講啊，係啦。我哋自家買來，特別自家多數嘅，講係是氣能氣候嘅啦，用白，就講得來個錯啦，氣候嚟做乜嘅咯？得來個就講大家現在嘅邊也是呢，聽講嘅天寒唔聽講，同有法講啊，有法。我哋利用天當國嘅神呢嘅貢獻，兩沙各局一責任為去能練耐轉耐土轉，有法就講好啊！我將水多唔啲好上，電話就講啊，我將喊上，看天白咧啊，澎湃天熱。得來個同有法，利用天當國講，天人有嘅，去能去練耐土轉，唔過嘅耐程度切頭，獨立搭參與牛市同切到改面個有嘅關節咧，一條舌頭。實在個面概念
灭添人哦，两啥都是张力在个等，有牛出的牧牛的，在个脚呢，是来就开始出战，同有法同周太讲，本来挨来做，开呢，周太就讲好，有法就讲啊，挨是战斗印度战，挨来是战斗印度战，周太讲唔看，挨等安呢，建做磨了，都按做的做一朵喏，一朵朵，都按做的一朵朵。有法讲啊，头一年赢500块土产，应该冇问题。就大家讲加土加油哦，看踢球团澎湃有氧，头一年有法同就台认证之下，赢呢500万块土产。随个安排的有法喺上面场水幕嘅时间，才感觉到两个树嘅双向，实在系传通，有个也系让到顺有唔出，都会天寒唔晴讲，连法看有法忙空场，连法就讲啊，有法啊。行场啊，起来做生意哟。有法就讲啊，行场。电话就讲失报，就挨两啥，脚牛的穷下去等，奶练奶来做土产。有法就讲阿哥，挨同就睇3万人连续做嘅经验。算提前一嚟哦，我應該一度土在能拉吧。有法就講話，我按算我用3000塊土在一棟人了。有法就講，唔過按不頭土在冇辦法變，啱看唔到。連法就講啊，所以將會利用按不頭。使用茶去河巴度里茶沙位里，有法讲沙位我用粗的、幼的2种，石头也有大粒沙、小粒沙。连法就讲，每样都爱，茶的用量，太阳一动燃料就拉呗，看提示呗。T10澎湃，有法同连法去到4公里以内的河坝，将石头同粗沙位插来归到屋卡嘅时间，时常都系半夜，上个面床卡白一下位。眼珠又系几大嘅，我不一讲，木珠累下来，又把行起床了。连法前出时间去抢救人家，一去调查而是一栋人了，我用各种材料东西同家私，还有奶水师傅嘅工钱等等，有法。就问连法，有法就讲阿哥，我哋贷款3600元，韩国买嘢300台做，总共加挖起来已经7000万元嘞。连法讲，我哋，但系每个材料嘅钱都系超过我嘅安算，我常买书行嘅。病呢，父母呢，爱人病等3方，就差不多我所有的钱。
用到差唔多嘅，要話講行嘅塑料，同旁得來個來搶下，同人家買書嘅多下來嘅啊，你話講啊，唔咩唔講起，嗌冇想到還有一條錢，愛安全本人，要話就講啊，要劫要咩冇用，劫要咩冇用，你話講啊，一下失包嘅，我哋來去查睇實頭，河北鄉查睇實頭，要話講好，看天燈個，天燈冇半粒神呢。你話就講啊，電政府帶人來去第十月是澎湃，兄弟兩人窮下，用一旦電政府，佢冇做事，兩人都係在烏暗之中，冇來冇去嘅方式做事，耗費嘅相當多嘅時間，將鬥車嘅一查嘅實頭。聯發同郵發坐下來聊一下嘅，特別是既然在按偏僻又按發的太河壩度裏，一片肅清，連一張樣嘅透氣嘅聲音都係聽啊清清楚楚。忽然間，聯發想到同郵發講，聯發講啊，郵發。我想到嘅一個有法講啊，阿哥，唔想到乜嘅喏，我哋將實驗了我用嘅各種材料查好些以後，就將來買起一隻牛啊，有法就講買牛嘅，我哋。月亮上牛嘅平常輕壯嘅，像牛嘅精神，就親像照顧自家嘅生命嘅一樣。而買係隻牛嘅，唔會殺唔得。有法就講啊，除咗買牛嘅之外，咁冇其他嘅辦法咪下？點解講啊？實際上，從一隻牛嘅嚟做鹽田獨立嘅石頭。嘅手拉白用嘅，又係講一隻牛嘅做得賣一多錢，啊，一隻牛嘅賣多錢啊，大約是有2000元，將石頭搬上茶蛋糕以後，兩人坐了4日1夜，起航起來準備歸復家，將牛上一綁。是飼牛場，嗷一聲，這時間無意之中，茶蛋糕上斬下2粒石頭，有一粒暗中就跌到聯發嘅腳畔。哎呦！有發個看到阿哥本石頭跌到，心中亂驚動。阿哥。有樣嘅嘛，聯發就講啊，如果唔係體上喊到呆在，有發就講啊，拿等你來一走一看，青青腳盤皮，有18位鹿溜皮嘅，聯發就講不但佢痛，有一層一層呢，見處痛，冇辦法去行起來，有發就講啊。愛奉上去牛茶蛋糕錯，我愛嚟食牛茶。啊，另外就講好牛索本，T12啊澎湃，聯發北上牛茶，在於路行嘅上通，腳不是都在嘅觸通，特別通到近來近實力，歸到我看一看。一大塊無牆骨血，眾多腳盤，連塊數格格，味道
为多少社会路强嘛，占酒同联发类的一下位，人饮药粉呢，不会保护色，按不头，归按不会，脚盘通到全面情况，战来战去，两人冇办法合手来洗目，到了尾。随着木阴木阳的时节，沙滩多木蛋糕，噼里啪啦、噼噼啪啪的落雨上，莲花随时燃起皮骨，转身就下面床，脚嘅落地，桌上嘅隻腳盤，就像有多嘅隨嘅骨一樣，只好喊家嘅起來。蓮花說就講啊。唔方硬腳去做乜嘅咯？蓮花就講啊，我睇到老輩要落體嘅，蓮花就講唔咩腳痛下，蓮花就講我講突然讀到伊，本意讀到，蓮花說就講啊，將門打開，有法已經在嘅作所以天色改暗。伊冇嘅落無天，有法講阿哥，認真真嘅看蓮花嘅腳盤，不惡樣嘅，唔對一樣嘅講白嘅話，蓮花所就講也作好所以，擺好啲嘛出來，唔使烏卡了一下位，我同有法說。衝下來去貼土磚，蓮花就講啊，冇乜嘅關係，我會慢慢地行，唔等衝開先行去，會落體嘢呢。第13篇，第30旁拍，蓮花所同有法行改革去轉片土轉片。蓮花還係唔放心，佢擔撚一隻腳白嘅腳，在佢哋嘅後背一步擔一步，向轉片行過去。蓮花行到轉片嘅時節，佢哋兩個人已經貼好嘅一梯隊嘅，蓮花將身上嘅所衣脱下來。並在轉片嘅身邊，就聽人一人去勒土磚，除下土磚的是，除下勒土磚，就喊為一寸又一寸的痛，壓牙生刺軟嫩，經過一趟嘅腳盤嘅痛就冇感覺嘅，也有可能係。痛到麻痹hết嘅，蓮花所同有法，不是反頭擔頭來看蓮花。有法就講阿哥，唔好咧土磚坐下來了。蓮花就講啊，唔等他家強開貼吧，唔是講愛呀。蓮花所講啊，唔是腳痛呢。蓮花就講呀哈，冇按痛嘅啦。看16段旁邊，他家創建將硬長嘅土磚一塊又一塊嘅勒來貼，以沙建落建築，貼好兩太大嘅土磚以後，窮快拿杆來檢好。還有是春夏有一般嘅土磚，已經係搖勒唔起來嘅。蓮花看到嘢到，按到搖嘅土磚，心裏唔知怎樣嘅難過。過咗2日，伊也停咧。見到唔前勒到嘅土磚，全部都會變成一級一級嘅太泥餅，兩下又要重新嚟做一遍咧。然後就在眼前撮起而來施工作為。也下土磚有所安動，讓嘅神啊，因為咧
拄好在个上沿途。本地嘅李根是亲身送来一个通知单，李根是就讲啊，连发这张封单呢，係5路台嘅嘢，連發就講啊，乜嘅封單呢咯？李根是就講啊，鎮公所便宜科送來調兵嘅單呢，連發就講接嚟看，係有法嘅名嘅，有法去當兵呢。有法講啊，捱夜哦，接過數啦個，捱看，但呢都理下面規定，每日下晝2點，而去美濃鎮公所報到，連發就講啊，後數一日一算，報到嘅日個咧，春到4日咧，有法講春4日咧。4日嚟呢，連發係話見唔來，乜唔來，偏偏來到唔到好，絕對又係戲演了，我戲過，百般舌頭都係改磨痕。連發說就講啊，有發說唔去當兵，一朝假到你就像吞呢。一隻手一隻腳一樣，比起資金用錢嘅不足，還愛國實力。點解就講啊？但係我哋也冇法度將佢留下來。點解所就講啊？本意去當兵係做唔得咧，唔本意去當兵就做唔得嘅。點解就我去頭來一看，天團嘅片。唔定看，就睇一個人在這裏頭前見出目眦，聽到一個消息。另外所講啊，我過來去安慰就睇，個看第15部分，澎湃天日加出去阿姐同兩個老妹，聽到有法愛去當兵的事。窮快攰啦，阿仔一攰都不卡，就將連發幫入屋到嚟去，就個，阿仔就講啊，連發有法要去當兵咧，唔同做台嘅事情，兒童做台嘅事情，唔打算按樣嘅咯，樣嘅啊，連發個唔係講伊嘅婚事係嘛？也在就講唔愛看，完全都唔關露台嘅事啊，事理非常唔高興。網上唔愛玩，有法做一生人嘅單身狗嘅係嘛？係咪？你咪講啊，唔過有法愛去當兵咧，愛同意拖家嘅，也愛等於2年。當兵歸來以後，爭來講啊，也在講啊，唔講到是幾簡單，有法2年是等得，冇問題，唔敢冇想過，也愛溫養嘅想，再過來講，而咁有可能會啱啱嘅在個等啊。連發就講啊，我哪有想過嘢掉色呢？嘢掉咯，也這就講到有法，我相信伊也係表示唔落。連發就講阿姐，家按樣嘅嚟做過好，也這就講我想最好馬上來過天。連發就講馬上來過天咯，按揭。讓位來嘅賊啦，讓位來嘅賊咯，也這就講啊，來唔出有咩愛判？你咪就講，那係有法也下過天，愛一筆錢，還有四面八方太些事情，別人捱來，捱一時間，
有咩唔伫安樣嘅來判呢？也這就講啊，無上愛喊有法，莫去當兵，莫走去當兵係咪？連法就講錯，而且阿爸哪會說嘅？讀在阿妹嘅野外行，幫出去做工，掠下本愛讀愛自家嘅野外嚟拖。阿爸安尼堅強，愛有咩做得大下頭嚟做？啊，這個必須之講，有骨氣，有骨氣。連法就講阿姐，加兩日天。麻煩到五家頭去講親，以後再麻煩而去街一行買歌廳用嘅用品，好請看16部分澎湃。聽音樂，安保連法七家去在舞堂行點支煙，有法行過來講，阿哥，我看。第我退伍歸來以後，人來歌廳，有法講啊。第五退伍，阿姐講嘅錯，就係做得正，但係伊也愛獻下，有法就講啊，也嘅愛手唔掉。連法就講啊，先歌廳，生死兩人表示唔下。有法就講啊，唔過引流嘅錢係唔啦，連法就講啊，總唔表示引流仲有辦法做起啦，係自有打算。有法就講啊，讓嘅打算，連法講啊，行嘅將手用竹頭，檳榔樹也做得。我當冇愛人病來見毛嘅，用做得來巡演呢，安尼就做得上2000元，2000人就省起來嘅錢來歌廳用。有法就講啊，阿哥遇到愛嘅事情，唔安煩安操心，實在過意唔去。電話就講啊，也愛冇彩嘅。你係做阿哥嘅事，應該要做嘅義務。看第17段澎湃，聽音樂連法，講唱連法講唱到你判嚟120塊起餅，3樣金器，戒指扣嘅2塊呢？然而990元嘅現金，由阿姐隨身帶人送到5家頭去歌廳。有法喺當兵出發嘅前一日，連發嘅價位準備判嘅3成至拜祖先，就像個人過節一樣，合家念香，一個嚟到來拜香。祈求保佑有法軍中平安，按不頭做嘅2-3作簡單嘅就行，請鄰舍親戚朋友都屋下嚟食，搭同有法做當兵嘅宴會，阿姐你咪就講，以前也愛少年人雖然係窮苦，也有如同連法拖為價位，現在你哋有唔咩電費嗰啲唔咩嗰電費改費過，有法20人死嘅，再唔同有法拖，唔做一阿哥嘅面子而空對內去啦。旁得嚟就講，實際上我以前27歲，人拖價位，呢個世界連法嘅價位，像有法見必須講，還未過去。
連或者講啊，世上嘅每也婦人家馬嘅事咯。連派所就講，世上嘅回答就係愛見有法屬家，佢참愛屬於馬嘅東西啊，愛當兵愛屬於馬嘅東西啊。呢個阿姐對我講我對日也無限，我對日也無限。係唔咩期望下一代嘅人有好，你哋好過。好，我再看第18段旁白，因為行多個也能散失，蓮花因為裡面一些酒，神嘅金身個全身個樣變來變去睡唔落覺，每朝就躺到幾台。開門出來，天唔平講，行到卧堂，看到有一個人樣走入牛眼肚裏，詳細一看，眼淚就是有法哪幹本認為是，也是都好有法行出來。點不就講啊？有法我按做行，有法就講我睡唔落覺哦。點不講？做乜嘅睡唔落覺呢？有法就講啊，坐暗部，我唔記得邊也錯本認為是的。好，再看19段旁白，有法嘅話一講，是蓮花重新想起有法同認為嘅感情關係，跟住有嘢裏聯想到有法同家嘅重要性，一到事情忽然之間，蓮花就了解嘢，從來都係自家所忽略嘅一件事情，一個事實，一個有形無形之中，有法分擔不少繁忙同忙碌嘅閒下一度，都係為了有法嘅理解而去當兵，然後嘅是有愛加重並在蓮花嘅身上，忽然間感覺到孤單，跌落嘅無奈何嘅境界。蓮花從來都唔是像野下嘅感覺到屬腳之情嘅愛，其實當想將有法用松樹攬在胸前，有法以溫順真心嘅眼光看能蓮花講啊，阿哥，我哋呢下還有2隻牛嘅。讓唔買一隻來弄，閒下東西也運車嘅，留一隻來田就拉嘅。點解講啊？電到固執堅強嘅啦，我能考慮。每天我會想其他嘅辦法。有法就講我少，哪係冇有嘅買下一隻。唔會有千多困難呢？蓮花就講啊，我堅能堅持下去。蓮花說就講啊，如何走位，何是飯呢？點講？是係走，最後呢？是過走以後，大家向我行太出門，送分岔路嘅時間。三岔路嘅時間，在羅馬同外嘅婦人家，生意呢，等等大家送有法去茶站坐巴士，男人步頭，兩名白人一隻腳，一擺往山上去，也係有法去當兵呢啊！以上呢就是本文嘅戲曲嘅。ทุกคน大家嚟做個參考，底下還有一個註解76嘅，
有限时間，大家來看看那是咧，先看注解以後，將來讀課文。那唔過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先聽讀嘅課文，慢慢的聽以後呢，就知道這個白話文的寫法唔樣嘅，最大下呢有一個連音式嘅問題，係講係千多倍。像大家都一個嚟講說咧，哇啦呀嘛能啊加八個音，還有為了也沒那個嘅別音，有我咯有麼能我個八個音，一個 A 音呢是提示，看呢就個望文生義就會記得。以上呢是蒙大家嘅收聽，感謝大家，再見。是蒙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